大名鼎鼎的野猪骑士的小邻居。好，言归正传，大家好，我是登记第5号候选人周国伟。我很内向，但是我很温柔。我个子虽然不高，但是我很认真。我不顶聪明，但是我很用心。请大家记得把手中随身的1号投给我5号周国伟，谢谢大家。